正道，你追求什么？性命也是财富，请单清发牧师。大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每年的10月第3主日是教育时间奉献主日，特别为着咱总会中会教育时间的大祷加奉献。我想咱可能对教育时间毋是真了解啦吼。咱会当看咱这个奉献带的后壁吼，咱手头有这个中华中会教育部的时间，年度的时间吼，就是第一点，就是配合总会教育时间委员会时间。第二是配合推动中会教育性及50周年，今年是50周年的活动吼。第三是办理教育教会的种植加教育的训练。第四是主日学大会。第五是甲传道部牧团会合办牧家的退休会。第六是甲传道部合办牧者传道书的在职教育。第七是推动101的宣教时间啦。我想这是为什么咱会唤起咱的教会这来同齐来关心。我是虽然这个时间看起来是真济有的真正是甲咱无直接的关系，总是咱对伫这个活动中间有的人受到造就，亲像顶届伫中基教育研习会伫国际会议厅可能有人有参加迄个主要就是101的这个教育。我想有真济咱兄弟听了后，就更较深入了解要怎样伫教会，还是伫咱的社区，还是在我们的职场来借着这种的机会来关心人的灵魂，来引传因来认捌咱的上帝。我想这拢是比较虽然不是跟我们直接但是间接的来借着这个时间来影响到更较侪的人。希望咱除了了解这个活动以外，我是有愿提起咱的兄弟姊妹，咱随时爱逐日来受教育，借着上帝话来教育家己，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来有更较好的这种亲密关系啦。我想这个是对咱有很直接的帮助啦吼。若是更较明白来讲啦吼。那毋是我受教育都袂徛伫这个所在啦吼，所以我就望讲咱的比较年轻一辈的这些人吼，你们要很重视教育哈。这个过程虽然是真有时候是像我是很痛苦啦，因为对开始的时阵无啥读册的人吼，所以真正是真痛苦的一段路总是有足侪人吼，加侪咱的天使来陪伴咱来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啦。我想，那今仔日牧师用这个主题你寻找什么是你寻找的是生命还是财富？然后这是有时候让我们迷失我们这个到底是那个永生的生命还是财富？哪一种比较重要？我是真介意这个英语我唔知你会当看，我不太清楚啦吼。伊是人最大的问题在无知啦吼。伊讲people were created to be loved since
were created to be used. The reason why the world is in chaos is because things are being loved and people are being used. 这最好笑的代志，一打开艺术下呢，我就把那个陈牧师的女儿在这边来替咱来翻了哈，但是我底下来做一个简单来翻哈，他的二女儿是很厉害哈，他说人呢，我们人被创造是要被爱的啦哈，应该是要被爱，可是呢这个东西呢被创造出来是要来使用的，要被使用的。那为什么世界呢会一直陷入在那种混乱困境很混乱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说，因为东西是我们都很爱这个世界的物质啊。我们反而是很爱世界的物质。他说 The things are being loved， 我们喜欢这个物质的世界，而人因为我们爱世界，我们就利用人呐。我们人被利用，所以颠倒比照理来讲是人是要被爱的，可是我们却爱世界。为了爱世界，我们人被利用压榨，他的意思是安呢，所以造成世界的混乱。因为安呢都是因为咱失去咱的目标啦，所以那个人最大的问题无知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要抓住的是什么啊？我们抓住世界的物质、经济在乎啊，但是我们却有时候忽略了人呐，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是今仔日一个很好的开始。为什么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呢？是那个生命呢？人的生命还是物质呢？我想这是咱来另外看了是一个有一点很奇怪。世人一生不停的追求财富。在2018年市长选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候选人，他就有一个口号，我们都很清楚，我相信发大财。也因为这个口号，他就当选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希望能够发大财了所以这是咱都知影讲人强调什么。就在世人对目睭前能向前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爱反思财富果真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吗？这是咱的问题。这财富真正会当解决人的问题，会当救人脱离灾厄吗？咱真的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吗？财富敢会使安尼来看嘛？有足侪有钱的人，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背后还是很多的问题这首诗歌我相信跟我年纪差不多或是比我小10岁的人会较了解这个故事。这个那个你寻找什么，都是基督世主第5集来对那个歌词来用来回味一下。以前来讲，寻找什么？是生命，还是富贵，或是快乐的人生？现在是时候，但世人的眼睛都满目寻找那无法寻见的，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那个属性，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拥有的。这是咱的问题。你寻找什么？是否已经寻见呢？你心里头感觉有真正的平安吗？让我告诉你，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朋友，他是真正的朋友，他是真的了解我们的问题。你还要寻找什么？其实耶稣就是你一生当中应该要很认真去寻求的。有些事情我要给你明白，我
追求一个朋友，他真的爱我，他甚至是为我的生命献上自己的生命。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以及所有的一切，他是我的良友，我的救主。只有他能够是真正的来拯救我的，因为他用他的生命、他的鲜血来流出，来救赎我。还有一些事情，世人需要明白：目前的生命，将来会去哪里？将来我们的生命会去哪里呢？在审判的日子，要与主面对面。有一天，咱爱面对跟上帝面对朋友，赶快来信耶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你寻找什么？是否已经行见呢？你心里感觉有真的平安吗？我是真的，当我认识这位神，我真的是很平安。让我告诉你，耶稣他就是朋友，你还要寻找什么？我想这诗歌都是足一直在强调讲，唔免阁找啦，你就找到耶稣就好啊。其他的你就交予伊，就替你来负责你的人生啊。甚至人的肉体结束了后，伊嘛甲你负责啦。我想这是世人要安静下来思考生命甲经济问题。咱实在是这物质金钱，我们真的是一直在花太多的时间在那里在追求欢乐。这个也就是49篇诗篇49篇所提起这写诗的人一开始对世间的人呼吁，不管是这个布有还是送香，拢爱注意来听这个智慧的话啦。伊在底下咧讲这是伊的人生一个真要紧的智慧啦，来跟咱分享，是注意诗人收集以及他整个人生的这个洞察力来给咱提起。首先，诗人这写诗的人提到世间的人要如何看待这个魅力无穷的财富他一直说这个真的是魅力无穷。我相信他对每一个人都很有魅力的那写诗的人看到有一个人靠着财富来欺负别人。有钱就会吸引足侪人来群底伊啦，来形成一句家人的其中的势力。那亲像台语咱的俗语讲，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理解啦我想拢了解伊的钱的亏力实在是真大。总是这写诗的人伊讲不要害怕那些仗着权势说大话欺负人的有钱人你不要去在乎那些都无容易，因为人拢是暂时啦定啦。人无论是送香还是布有的，拢爱面对上帝的审判。有一天，咱拢爱徛伫上帝面头前，咱无办法来救家己。生命的代价，人的不有无办法来支付啦。你搁较有钱嘛，无法度来兑换啦你的生命。生命的救赎赎价是世间的人袂当付袂起的。世间无办法来靠着财富来闪避死亡的结局。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这个。搁较有钱的人嘛无法度。所以呢，这写诗的人刷落来都底下提起，要谨注今生，然后伊讲要谨注今生的财富跟权势都是短暂的。这个财富跟权势是短暂的。当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人是无法来带走财富。坟墓将会成为他永远的家了。财富你死了后，财富会对你，而那个坟墓
就可能就是你永远的家。所以呢，写诗的人，佮提起世间的人，要注意生命的现实，总有一日，死亡加做人甲禽兽的这个最终的结局。我想这个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谨住这个诗人所提醒给我们的，有一天来面对站在上帝的面前，心破的时阵，我们的结局就是跟一般的禽兽一样的结局。这样的提醒是有意义的。如果人会当安尼来觉醒，就会当带来这个生命的转机。我想这个诗人就是一直在提起咱，我们要有怎么样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就像这个传道书所写的，他说：“告有办丧办丧事的家气，胜过到有宴乐的家。”因为活着的是人，应该常常活着的人应该要常常提醒自己死亡在等待每一个人。这个死亡是他都一直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会步入到这样的结局。因为这个参加死亡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想办丧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想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已经都听过很多次了，不过还是这边来跟大家来互相来提醒啦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是战功彪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真可惜，伊伫33岁的时阵就英年早逝了。咱就知影讲，遐么优秀、那么英勇的人，怎么就这样来离开呢？在临终前，他有3个这个遗愿他吩咐这个医生要负责将这个棺木抬回去往这个坟墓的沿路上，将他一生所得到的这个财富、金钱都压落伫这个四周伊经过的所在，佮爱伫这个棺木的上边的所在挖2个坑，然后将伊的手安尼伸出去。亚历山大的遗愿是爱提起世间的人疑心，佮较有智慧的疑心，佮较高的疑心。是无办法真正医治人的病，人的一生也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追逐金钱财富，因为死亡临到的时候，你将双手是空空的离开，不能带走任何的东西。所以就讲，世间的人这样的有英勇的人。无法度有财富，但是我2手空空就要走了。也意思是这样。最后，这个诗人也除了提起世间的人无办法来靠着所累积的财富，来得到救赎，来面对死亡，更较进一步来提起。只有上帝才会当是拯救人脱离死亡的权势，所以咱来看到安尼的提起，咱因为这违背上帝的命令，咱知为什么咱袂当进入到永生，就是因为人违背上帝的命令，死亡加做人的天罚，只有上帝才会当来拯救人来脱离死亡，其他的方法都无，只有上帝本身所以上帝加做人的款式，就是耶稣底下来钉十字架，然后死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只有上帝家己本身来拯救咱，才有真正的愿望。绝对不是讲我靠家己的修行，或者是说我
捐很多的钱，无路用。所以呢，人想要来得救，不是靠财富，乃是爱靠上帝。人必须爱信靠上帝，才会当来得到救。耶稣讲，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我是信靠上帝，还是追求金钱的人呢？我想这是咱进一步咱来看卖，什么款的人才会当来得到永生呢？我想最近的一个状况跟这个有一点直接关系所以我就那是你要想要得到永生的愿望，就是爱重视这个超前部署的生命真的，这是我们要真的彼此勉励。那台湾武汉肺炎的防疫成功的主要原因呢？我想这个就跟超前部署，我们都一直在电视看到这样的一种提示。为什么我们会成功？是第一，因为 SARS 防疫的经验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来，让他想看嘛。如果没有这一种超前部署的概念，你看以前就是和平医院，为什么会送现在这医护人员的生命？就是他没有好好的部署没有好好隔离。那第二个是这个超前的策略，我们策略是什么？就是境外阻绝，那境内隔离。我想这个部分这是我们活在当下的我们为什么会比其他的这个世界各国更安全幸福？就是因为安尼。第三就是全国人民顺时钟，上帝的话嘛是同款，你就是要照上帝的话，顺时钟的提起人就爱照规矩来。从上述的经验跟认知与学习，若想要有平安幸福的国家，我来提醒需要有健全的社会规范。掌权者除了要有执行能力，以及全民的服从有执行力跟服从，这个实在是太重要。我们的上帝是很有执行，有 power， 很清楚他的话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服从？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更需要有超前部署的策略。上帝早就为我们超前部署，说你是有罪总是有一天我会来救你的。跟亚说，上帝自己本身有超前部署来拯救咱这有罪的人。我们乐见台湾人民在此一中仍然如此的幸福平安。我首先呢来对安尼来了解这个幸福跟因心，人的生命更需要超前部署。我想更需要人的生命是由肉身跟灵魂所组成。肉身的这个部分呢，终有一天回归尘土我们的肉体会回到尘土。我想创世纪里头很清楚跟人讲他讲耶和华上帝因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来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个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叫亚当。都是对这尘土来捏出一个人形，分一口气了后，这个变成有活的人但是呢，他另外在3章19节，他就说：你既然是尘土，一定要回归尘土。那个有形的部分是用土做的，有一天爱回到土里纵使呢灵魂那上帝的那一口气呢的部分也有它的归属人死后有审判，这会决定你生命的去处。牧师在病院上班关怀的过程中间，特别关怀遐个在临终的时阵，人所烦恼的，真正烦恼的是啥物？死了后
伊的灵魂要去多位？真的，有时候是人最担心是那个部分，那个才是我们真的要去关心的。在基督教信仰已经第中间，已经真清楚来描述死后有审判。凡相信神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已经这么清楚在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策略啊！就如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他怎么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遣伊的独生圣子来到世间，不是爱定咱世间人的罪，乃是要互人世间人借着伊来得到救。所以咱已经真清楚，要安怎互咱有永望平安是永生的生命。上帝已经早就足清楚甲咱讲，这就是人得到永生最佳的超前部署最大的保证。你还在怀疑什么？上帝就已经将这个代志，这个超前部署的这个事情，已经这么清楚的告诉你了。因为人违背上帝的命令，希望加做人的听话，只有上帝才会当，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拯救人来脱离死亡。他自己用超前部署，人不能靠自己来得到永生，是上帝自己来救我们。他超前部署，想办法来拯救我们。所以呢，人想要得救，不是靠财富，而是靠着上帝。人必须爱信靠上帝，才会当来得到救。进入到结论了。人若想要享受幸福有盼望的人生这个我讲就是永生。除了咱的下这自己努力追求圣洁，他一再告诉我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更需要圣灵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帮助。他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软弱，但是你要靠圣灵圣灵随时在我们旁边。但是我们经常都忽略了它。若能在生活中有如此的超前部署，相信大家必然看见美好的未来跟盼望对这个台湾全民防疫警觉性之高了，真的是令我佩服压抑。但是呢，若一旦这个防疫放松不坚持，我们一切的努力有可能功亏一篑。我想这个就是可能都跟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永生也是一样，圣洁跟休暖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有的国家一直在那里爆发疫情，一直在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还是一样，就是我们有规则我们有超前部署，我们防疫得很好。在人在永生的议题上，唯求神帮助我们。凡是主所不喜悦的，我想已经很清楚，圣经里头。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你自我教育就是用圣经的话语自我教育，你就知道说主所不喜悦的，我们可以勇敢的拒绝。我们要跟他切割，就如同这个病毒一样，我们要把它阻隔，才不会，我们才不会这个染到不要怕得罪人，我们要怕得罪上帝，这个我们要弄得很清楚。有一句话了他是这样说了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我现在是在家啦，我重点我在家。这句话提起咱，我要如何面对未来？所以现在开始，我要注意的是几还是因心你要弄清楚了我现在徛在家，
我的人生要往倒一个方向努力，我的目标梦想要去倒位，是追求自在，还是迄个永生呢？使徒保罗对基督徒的期许啦，你们每一个人始终要热心哦，也讲清楚，你要热心，好使你们的盼望这一切都能实现。他就提起这红线了，不要懒惰，要像那些信而有恒的人来领受上帝的应许。所以咱都爱真正爱保持爱持守上帝的话啦要不然就这种病毒马上就来了。但愿大家清楚自己的使命目标，让我们用坚定的信心靠主，凡事都能得胜。当我们持守这个信念，并愿意回应上帝的爱，相信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隐喻啦，我是不会写那个竹堂，应该是 Z， 我看你们写 Z 竹堂啦，那个 CTH 应该是 ZTH 那个竹坛教会啦。You are being a vital part of the ministry of 竹坛教会。在等教会的宣告还是宣扬，你的角色是非常的要紧。伊的意思是讲啦You are being a vital part of ministry of 竹坛希望expecting God to do greater things through us。我希望呢，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来让上帝美妙的事工透过我们来成就。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文，这个祷告文来跟大家来一起祷告。创造生命的主，感谢你赐下生命，让我因此有能力工作，累积财富，这些都是你的恩赐。恳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于追求权势跟财富而离开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